字啊练，吼字啊一直练，一直练，一直练的字内面有一个火，要甲伊烧掉不熄的。当然啦，这要看个人的努力啦，哈，个人的努力。再来，不闻不育不说法，众生皆无出头之期。伊讲佛，咱拢知影，佛就是一个觉者，佛就是一个天人师佛。哦，佛若无说法，咱拢知影法有讲法不为诸人，法哪亲像水，哪亲像阳光。目睭若有水安尼来压落，就会欣欣向荣。啊，咱的心嘛爱需要法，才来讲若无法，这众生无出头之期。就是因为众生若无法，无一个指引。头前面讲的爱有明理，明理最重要。讲无法度怎啊甲伊做一个引导，往往思想观念拢抑个是众生的知见。所以咱来照佑佛老来经教，来咱啊做开觉的知见、视觉的知见、五觉的知见、入觉的知见。那么善知识是道见性，需要必须照着大善知识。啊，大善知识就是引导众生去恶行善。开始引导咱要见性，哦，那善知识，伊会当引导众生去恶向善，伊所行清净说法论义拢合乎伊。啊，咱今仔会当遇到咱济公老师、咱点文师代表师，甲咱是一致，已经甲咱讲，咱自心当中有一个佛。咱要安怎如何观这个不出来？要安怎行佛的行为，持佛的行为，在现处时，咱需要，这真理甲咱做一种开导。那过来，不欲说法，众生却死在无法理。这点学校要来依据一个参考。头拄仔讲佛若无说法，咱就拢伫这个轮回咧受，因为咱无法通跳出众生的这个窠臼。啊，若不说法是安怎来安尼往往，这嘛咱现处时啊，咱现处时的百病，咱拢安怎？学者得以教法上哦，不疑心法上哦，通常哦，往往呢拢会离这个教法上，就是讲。道文解义拢伫外口，一直咧研究这文义，哪学哪熬。哪学哪不简单，若不简单，其实是危险的。学间哪学哪熬，煞看前过者无起，看后汉呢不是，甲当修嘛袂配合，因为怎啊变自以为是，怎啊理解无，就是讲。对文义遐去了解，其实这还阁是世间的世智，还阁是光辉，还阁毋是真正的智慧。咱有看到是安怎讲？佛若说法会死哩遐，咱有看到法达无？法达伫《祇延品》，伊《祇延品》第7品，伊念法华经3000摆，3000摆，伊去记录做着安怎？因为伊心肝，伊感觉念法华经念3000摆无简单啊！见到六祖慧能大师，伊就头不至地。其实毋是身躯的问题啊，是心的问题、心态的问题。因为伊感觉伊念真讲啊真老啊啦，所以迄个骄傲心其实就起来啊。拢是离啊离啊解悟，毋才。毕竟开悟者就是开悟者，六祖慧能大师毋则讲，你心中必有一本是何处呀？伊就甲伊讲，你心肝内有物件，当伊甲讲啊，你若是发达，应该爱达发啦，你应该转发华，毋要发华转，应该就毋是死入佛法内，学学有迄个感受，无研究阁袂使，因为这是一个过程。
性，法就是佛因行落来，因的路有因的心慧结晶，有因的智慧。是安怎讲经典伊的重要？咱讲爱三不离，是因为经典若使得咱会当了解，然后做会出来，然后有法度体悟，然后有法度明心见性。你要兄弟姊妹，安尼毋才显出伊的殊胜。那因为讲研究，怎啊研究甲家己哪来哪搞？哦，安尼危机重重。其实若哪坐吼，应该像。除我啦吼，哪8岁应该会哪弹头哪强力，迄是应该是半干的啦吼。学校的感受是安尼。伊遮咧讲不以心上相误，其实是体前的功夫，爱真正带这个身躯去甲做出来，吼，爱带咱这个身躯去甲伊做出来。啊，若无往往咱众生会得一就是安那。一空一有啦，难怪伫迄个泰国啊，开5天的班啊，师傅嘛安尼讲啊，讲咱所挂的手表啊是为哪事？讲咱挂这手表，讲为着要看时间尔嘛，为着要看时间，伊的目的就是要看时间啊。但是总啊，毋是为着看时间，看这个表的长期啊，为着冥想。啊，咱众生照你讲来去趁钱来讲倒，这是正常的，因为咱这期在家修，趁钱是要改善家庭，啊，所趁钱所趁一个互钱趁去，所迷失伫咧钱的当中。共款研究道理，应该研究道理，伊的宗旨就是要互咱恢复咱本来的面目，就要悟佛的心中，要互咱会当明心见性，唯一一事实嘛，但是往往怎啊，却而者呢，感觉讲啊，依这个佛法，怎啊执着于佛法，伫迄个传心法要内面安尼讲，其实这个法嘛是，敢若黄晓之地，敢若亲像讲，在要骗一个囡仔共款。过去佛菩萨因讲的话，因说法论义，咱像亲像金，咱若像亲像金，哦，足珍贵的。但是金仔若来甲放到目睭可能爱失灵哦。共款这个金仔若甲倒到咱的心眼是无法度显现的呢。是要安怎去甲伊运用？咱讲啊，讲伫迄个心法上要去共哦。毋是靠通尔，咱爱靠通心嘛通，毋是干那会晓讲尔，佫会晓做。所以讲，真正真修者、真人才，不是袖手旁观，是真正亲近的，是真正有带身躯落去做的。因此，伫这个当中，伊互学感受的，正道歌应该上师伊就安尼讲啊，伊讲啊。五早精经多接受，吼，伊讲伊五早精经讨所找经论哦，从啊离遐咧研究，然后分别应常而不知休，捌哪济啊，煞伫遐分别计较，互从啊伫这个方阵当中咧做方阵客。咱求在咱自心当中，咱今仔法要对咱有益的啥？老师用不同的编排，就是要互咱要启发咱，要甲咱启蒙，要甲咱体会，要甲咱体会咱良知良能。那么这款要去甲做的，确实是爱心法上，爱真正心性的修持，吼，爱心性的修持啦。说依不说，依佛无碍；本来说，理无说，无说理说。其实头前面讲的，伊讲无讲法，咱无法通他了法，但是讲袂阁行咱死人法中。其实伊讲甲无讲，其实甲本无啥物阻碍啦。啊，简单讲来是众生有病。
伊才需要发，哦，才需要互咱发，就是咱有病，毋该爱食药啊。是因为咱有病，嘛因为一发，就是因为人心3宗12部经嘛是因人而设，所以讲而且甲佛无啥物关系，是佛说理，无说理说，就是讲因为伊，咱会当看讲过去一个外道的啦，伊去要请教佛陀世尊啦，吼，伊甲世尊讲不用无言，不用有言啦。啊，世尊拢点点哦，世尊坐拢点点，然后就规这个外道呢，哦，就足欢喜，讲啊，世尊为我开例哦，就足欢喜离开啊。啊，伊的弟子讲啊，世尊都拢无讲半句话，是安那这个外道，遮尔欢喜来离开，佮讲伊为伊开启迷魂。其实伊自心当中有道。伊搁坐咧无讲话，必是说是非，是大师无开无用舌。伊就是坐咧无讲话，伊嘛是有道。咱就甲看讲囡仔吼，囡仔生出来红婴仔过来囡仔，咱搁甲看，连伊咧哭着都苦水。给我们显现就是讲，伊足天真无邪。啊，阮因着亲像心行安尼，真明啦。乌来乌现，火来嘛是安尼现，伊是看因缘而说，所以讲，这个玉祖大经至诚啊，伊新受大师遐9年拢无开悟，伊然后去玉祖遐的时阵呢，伊希望互玉祖开启，伊就契入本心啊，就契入啊。结果，伊阁希望玉祖为伊开启，玉祖就甲伊讲啊，讲若我讲有法互你，是讲你是骗你啦。其实一切法是伫咱自性当中，吼，是咱自性当中。所以不管伊虽然无说，嘛是说，因为伊的心已经产生所谓身教，吼，身教讲起来呢，拢已经大家是无为的意见，那咱学学。咧依注意前言参考，当然这是好老前言对咱的愿望啊，吼，对咱的愿望，咱的目标就是希望会当成就一个觉者。但是因为伫修学过程，咱修学道，吼，无法度通一步登天，但是咱有啊，好老前言有一百步讲登天有推，只要咱愿意是修。一脚步一脚印，慢慢前进。其实嘛有法度通啊，大家究竟的所在，是看咱是毋是有法度啊，持而行之，无离开本身，一切拢无离开咱的心性。咱来定定问咱自己，调师设师问咱自己，是毋是咱的起心动念拢无离开咱的心性？哦，这是真重要的。那何况呢？因为在所学册伫学习的过程，坦白讲有真侪不足。那伫学习的过程，比如讲话若甲咱冒犯之处，请注意前言代入，甲互学原谅补不足。也请前言点老师各位名人各位前言，甲互学补不足。祝咱大家身体健康，咱道有福在以上。前道感谢讲师慈悲一鞠躬，婚道一鞠躬，大家请坐下。我们再一次以最感恩的掌声来感谢讲师给我们的慈悲。那后面在这边跟大卫跟各位真很报告一下，咱休息的时间是到3点50分，到3点50分。那希望各位真才会当配合伫3分进行，3分钟进行先离开佛堂坐，感谢诸位。